成日留喺屋企或者返工途中都會覺得焗悶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超實用隨身好物，就係呢部番02冰感手提風扇。最勁就係一件冰感，即時冰敷降溫，室內悶熱即刻舒服晒。仲有3段風速可以選擇，無論想要溫和微風定係強勁風力，都可以自由切換。機身可以摺疊，放喺台面啱啱好，無論做嘢定休息都 keep 住咁清涼。仲跟埋掛繩，可以手提同掛喺頸，細細件好易收納，平時擺喺袋、手袋都完全唔阻地方。而且佢非常輕巧，淨重先得175克，就算係女仔拎住都唔覺得重。內置2000毫安電量，最長可以用到5.5小時，可以 USB-C 充電，仲跟埋專用充電線，充電超方便。官方仲提供1年保養，品質有保障，自己用或者送俾朋友都好合適。中意清爽怕焗悶嘅朋友，呢部隨身冰感風扇絕對值得入手。